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Yuki。大家睇完預告片之後呢，會唔會以為呢就喺日本拍嘅影片呢？冇錯啦，我就係去咗日本旁邊嘅台灣啊！今次嘅影片呢，主要係我喺台北好日式嘅一啲體驗嚟嘅，就好似去咗一趟日本咁樣啊！所以呢，台北之偽日本旅行正式嚟啦 ！Let's go！ 第一站南港LaLaport， 2025年開幕嘅，佔地5萬坪。集結咗300家嘅品牌，主打就係日系品牌啦，高檔熟食同埋餐飲嘅。咁去南港LaLaport嘅交通呢，主要就係搭捷運嘅文湖線啦，或者係搭捷運嘅板南線。咁今次呢，我哋就住咗喺台北車站附近，一落飛機之後呢，就已經可以去到酒店呢，就放低行李啦。全程呢，就花咗3個鐘左右，就係一個上晝嘅時間。然後下晝呢，就已經可以直接呢搭呢個捷運呢去到南港LaLaport㗎啦。全程呢都唔使轉線啦，交通呢亦都好方便啦。大約呢就花咗係半個鐘呢，就已經到咗南港LaLaport啦。時間上呢，交通上呢都係非常之好㗎，咁我覺得呢一點呢，如果我去日本呢，係永遠都辦唔到嘅事嚟嘅，咁所以呢，嚟台灣呢，就係有呢一種嘅好處啦。順便一提，香港一直呢都係冇LaLaport呢類型嘅全日式嘅百貨商場嘅，咁呢種台灣嘅日本式嘅商場呢，就係日本地產商三井不動產去規劃啦同埋經營嘅，所以呢，品牌嘅選擇呢，大部分呢都係跟住日本啦，所以呢，我哋就可以放心咁行啦。一直呢都好中意日本品牌嘅我嚟講呢，行呢啲商場呢都會好有興致嘅，咁所以呢，就會嚟到台灣呢，就將呢一啲商場呢，就會加到行程入邊啦。咁唔講咁多啦，啱啱咧我哋已經帶到咗一啲店鋪啦，咁慢慢咧都會行埋其他嘅鋪頭嘅，咁當中咧就包括咗有 General Standard 嘅 Velu Muri 啦，同埋 Urban Research 啦，仲有係佢旗下嘅服裝品牌咧 Sense of Taste 啦，仲有 United Arrow 嘅Green Label 嘅 Relaxing 啦，仲有Coney 啦，仲有 Snoopy 啦。同埋 ABC Mac 嘅，今日咧喺南港LaLaport嘅日本品牌咧都屬於一啲中價嘅品牌為主嚟嘅，服飾咧價值咧應該都會係1000台幣起跳嘅，咁而鞋咧都會2000至到3000左右起跳嘅，咁以日本品牌嘅價值嚟講咧係屬於正常發揮嘅，咁所以睇到中意嘅款式咧其實都可以買落嚟嘅。因為咧當中其實就唔會有太大嘅折扣嘅，咁所以就唔係一啲瘋狂購物嘅程度嚟嘅。始終日本品牌咧喺日本當地買咧其實係最平嘅，所以咧唔使去比較之下，純享受呢一個購物嘅氛圍咧，其實係最好嘅。另外咧，今日咧我都認識咗一啲新嘅日本品牌嘅，咁而家咧我哋就嚟介紹下。第一間咧就係呢個Lacoste，咁咧佢就係知名嘅品牌服品 Nico N 嘅姊妹牌嚟嘅，主打平價啦、簡約啦，同埋有機能性嘅一啲選物，好似男女服飾啊、配件啊，到居家生活嘅雜貨，到廚房嘅餐具都有嘅。再嚟咧，我哋就去咗一間書店，叫做津久堂書店，咁佢入邊咧都會有一啲日文同埋中文嘅書籍啦、日本嘅雜誌啦、動漫周邊啦，都會有嘅。咁我今日咧都意想不到啊，因為第一日咧已經成功咁樣去購物咗一啲好嘅東西啦。最後咁只要當日累積消費特定應稅商品咧達到2000台幣以上咧，就可以到1樓嘅服務台咧辦理退稅嘅啦。咁退稅金額咧就係呢個消費總金額嘅5%，但係就需要扣除20% 嘅退稅手續費。第二站我哋嚟到中泰樂生活，位於呢個大直區，喺2023年試營運，佔地面積6500坪，以藝文為核心發展嘅質感生活商場。去中泰樂生活嘅交通咧，分別有捷運，搭捷運去到呢一個劍蘭路站，或者搭公車，分別有幾條線可以選擇。咁今日嚟呢個商場呢，只有一個目的嘅啫，就係行一行呢而家香港冇嘅一間書店，佢就係英屋書店。英屋書店呢，就嚟自於日本嘅，空間設計呢，充滿住日式嘅簡約感，以被書籍包圍嘅閣樓為概念，
與3樓連接嘅空間展現出 Taipei Booklot Style 嘅風格。咁喺呢一間書店嘅書場打完卡之後呢，就開始行一行呢間書店有啲咩嘅商品啦。除咗有台灣嘅一啲特色產品之外啊，仲有一啲日本製造嘅產品，種類都繁多，亦都好好睇，值得你哋去慢慢行一行，去研究下嘅。而一啲最近熱門嘅 IP 公仔，好似 Jellycat 等等，亦都會喺呢一度揾到嘅。咁題外話啦，包括咗頭先我哋喺津九堂書店在內，都會出現咗一個最近新興嘅 IP， 就係叫做麵包小偷 Pan Dorobo。咁而麵包小偷呢，呢本其實係書嚟嘅，咁就係日本超人氣繪本作家柴田啟子創作嘅一個熱銷繪本系列嚟嘅。故事就充滿住幽默感啦，同埋豐富嘅教育意義。而家咧就係深受日本啦，甚至去到台港兩地嘅親子熱愛嘅。咁行完咗書店之後咧，亦都可以順便去到高層睇一睇一啲玩具 IP 店啦，同埋扭蛋區嘅。咁呢一度嘅扭蛋咧，亦都唔係最新款嚟嘅，但係種類咧都幾多嘅。咁比較過喺台灣大部分地區嘅玩具同埋 IP 公仔，仲有呢個扭蛋嘅價錢其實都唔算平嘅，咁所以呢，我都係留翻喺香港嘅店鋪刮刮寶呢，係比較唔浪費呢個台灣旅行嘅時間嘅。第3站呢，我哋就嚟到美麗華百樂園，咁佢就有本館啦同埋百樂園日館兩棟嘅棟別嘅，咁就擁有咗全台首創嘅百米摩天輪，結合咗娛樂啦、科技啦、藝術於一身嘅。咁嚟到美麗華百樂園呢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好近中泰樂生活啦，其實就喺旁邊啦，兩個地方呢只差200公尺啫，咁步行不到5分鐘呢就已經可以到達㗎啦。咁既然都嚟咗啦，咁我就行一行呢一邊嘅無印良品啦。咁呢一間無印良品呢就係比較大啦，所以行起嚟呢都比較舒服嘅。咁因為喺香港呢太經常行無印良品啦，咁所以呢就睇一睇呢一度有咩台灣比較特別嘅產品，咁就冇久留到嘅。第4站嚟到新光3越台北信義新天地 A11，呢個地區呢就係信義區最具話題嘅流行新據點嚟嘅。而交通方面呢，就係搭捷運嘅板南線去到市政府站落車，再行3分鐘就可以抵達㗎啦。今日嚟到呢個新天地嘅主要目的呢，就係睇一睇2間日期嘅 IP 店。第一間呢，就係 Pokemon Center Taipei，就係喺3樓嘅。係日本海外嘅第2間分店啦，店面嘅設計係以呢一個天空與海洋環繞嘅風景為意象嘅，呈現住台灣嘅島嶼風光。店裏邊除咗大量嘅各種寶可夢嘅公仔啦，同埋呢一個周邊之外呢，仲有呢個寶可夢系列遊戲嘅影片展示區啊。另外呢，都會有寶可夢集換式嘅卡牌遊戲嘅對戰區。第2間嘅 IP 店呢，就係 Godzilla Store Taipei， 同樣係喺3樓嘅，全台首間嘅 Godzilla 嘅專門店嚟嘅，販售任何呢個 Godzilla 嘅周邊商品嘅商店。除咗打卡門口嗰個2023年 Godzilla 大型立像之外呢，仲可以去揾到一啲獨家嘅限定商品啦，到一啲角色嘅話題聯名周邊都會揾到嘅。好啦，到咗今日第5站台北林口三姐 Outlet， 係一個大型嘅購物中心。2024年尾呢，2館呢就陸續開幕啦，就有28萬平方尺，咁所以2期加埋呢就有300間嘅商店左右，咁就係無論娛樂啦、購物啦、飲食呢都會應有盡有嘅。咁而交通方面呢，就係乘搭呢個桃園機場捷運去到 A9林口站。出站之後呢，就係步行5至10分鐘左右嘅。咁喺最後一日呢，返香港之前呢，到呢一個桃園機場呢，就會沿途經過呢個林口三井 Outlet 呢，就最適合不過㗎啦。交通方面呢，都係非常之順路嘅。咁今日呢，主要嘅日系同埋潮流服飾品牌喺呢一個林口三井呢，就有包括Nano Universal 啦、Studio Script 啦、BC Stop 啦、Urban Research 啦、Uniqlo GU 啦、無印啦等等嘅。
咁今日咧行得比較耐嘅店咧，就係呢個 Urban Research 店啦。折扣咧就比較多嘅，減價嘅款式都好多，咁所以咧就可以去慢慢去裏邊刮寶啦。咁最後嘅最後咧，咁能夠喺呢一個台灣揾到咁多日本元素嘅景點咧，係真係好驚喜啊！亦都行得好開心。咁今日嘅影片咧就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